好，分享转到现场，刚刚上一团呢，有老太家讲吼，你搞就一条线吼，约通梦想地度咧有一类单元咯，就係大家有乜嘅花吼，各種上有乜嘅花，就做啲對定花筒吼來講花哦，喊做趁亂告白哦，所以地度有乜嘅神奇嘅故事咧，也下先來看一團精彩嘅樣片咯。我要告訴我們的班導，就是因為我不喜歡讀書，然後我有別的興趣，請他不要再逼我。我要跟我爸媽說，雖然我不喜歡讀書，但是讀了也是不會，所以我有自己的目標，我有自己的夢想，我會讓田徑這條路變得更加精彩。請他們不要擔心，就是覺得我一定要讀書這樣。我喜歡的人是邱信龍。我希望爸爸不要把我課業看太重，因為我想成為業餘的電競選手。我愛羅志祥，60歲的演唱會見哦！優秀歐巴，撒拉嘿喲！媽媽，我不要一直限制我的出遊，我都已經考第1名了，你還一直限制我。我希望我們的數學老師可以換人，因為他每次的那個教我們的方式，我覺得都不對，讓我的夢想有點感覺到破滅。我今天非常感謝我的爸媽把我生出在這個世界上，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話，我也不會在這邊。所以我現在想對我的家人和我的女友說，我愛你。哇，有聽到吼，還有看到吼，要趁亂告白，真嘅係大家想要講乜嘅就講呢，講書唔當，家下有講到嘅，就有當到你對等鏡頭唔知要講乜嘅，大家懂唔會講啊，係人真嘅係告白呢，真嘅某某某愛你，安尼啊真嘅講出來呢，真嘅講出來，因為愛先同佢溝通過，就會主持人就懂從業為咯，會慫恿他。講乜嘅你就講啊！唔可以同別人講，你係一隻送天師，唔講為老太家講，為老別人講，為老太家講。邊家就講送天師當開幾飛啊，八啊，係啊，嗰個太家家看到嘅係較感講嘅啦，其實咩要動到你，人家就會對定家就安尼，講一下冇，係冇，係係要動到你，唔講會講排泄。會講排泄要動到你啊。唔過剛才有講到嘅就真正係對媽媽吼，對媽媽要動到花可以講啊，唔係喊之愛啦吼，對形象啊吼，那就真正冇好讀書咩，係冇？咩有人真正係懂好笑啊，就會講，我係老羅志祥，真正係老自家眼夢就安尼講出來吼。有，像係去到一個國中，可能是因為就係會。大家會傳講起，就會講，你家講嘛嚟，因為佢可能本身就唔點會講嘛，佢堂講人家講，原來 sample 就出來，嗰時候較標準嘅，係冇錯，嗰時候一咧講，較好羅志祥，沙下來就會講，愛好乜嘅明星，愛好乜明星，愛好蔡依林，係，就用變做一類模式咧，就睇家有高定講，係冇好教啊，係冇，係啊，唔過咩冇聽到要動到人係真正來啲 complain 自家嘅形象啊，乜嘅，唔過咩要動到人係感謝自家嘅形象嘅吼。有像泰山國中，佢就懂感謝佢哋嘅欣賞到歷史老師，因為歷史老師，懂就每個用詞沒有啊，歷史老師為什麼要感謝歷史老師？搞會懂後就錯嘅係冇，因為歷史老師佢就歷史老師，佢就佢懂照顧佢就，因為可能有啲嘅學生嘅佢就會不開環境唔係安好。多數董書有存呢嘅營養午餐，先生就會準備好，有存呢準備好，保本家就錯嘅，保本家就帶轉去，還有到拜5，你們拜6、拜日，就唔是都好高啊，係啊，嗰時候拜5嘅日佢會準備較多。本太家適合爆一些，係叫佢本佢帶轉去，因為嗰個佢係呀跳熟嘅訓練嘅形象係冇，係叫做田剛吹嘅形象。唔係正經嘅歷史老師，唔係名嘅動作，佢哋田徑隊嘅形象就錯嘅啦，冇錯，歷史老師，歷史老師，對
也着好生的同好就错同嘅。好，嘿，因为也跳速嘅，含迄做成个吼，也着做清就会动耗体力嘅呢。故说佢会做动作嘅东西，不也着识咯。喂，个丽书老师会教佢哋体育啊，还会做小点心。还会做小点心，因为佢也就上次假是讲练习吧，拜六拜日会来哦。故说现场就会想讲啊，拜六拜日元旦就会不用了诶，还会来好教，就会切家准批动作的点心。故说人今日去咩的动作？现场要准批动作拢好。唔过唔通到嘅历史老师，老爱通到嘅历史老师拢无强用哦，因为我有看到嘅样片吼，伫地度泰山国中的系咪？历史老师佢地度叫做线上正经懂昂呢。哦，线上老唔讲诶，叫做哇，像妈妈用诶，有冇煮东西啊，做点心不然的用冇用诶，系啊，佢懂昂呢。你线上台训练的时间就会动认真，非常严肃。叫 morning 呢，就会讲冇跳过200下，跟我等下就会训练你们体能，就可能会这种叫实拳，嘿，去操他们的体能，嘿，不过呢，动恶过后，还会同其他人拍一拍，也真正迄咧动唔简单咧，伊咧欣赏嘅作为，因为叫有诶刚柔并济嘅感觉。嗰时候泰山国中吼，青泥孙雷有胜出门，还蛮地哦，系冇？下礼拜张迄T2 嗰时候下拜会有北中南。北南中安尼嘅顺序来走就错嘅。不过啲地段吼，家下有讲到一摆嘅约通梦想咩吼，讲到梦想吼，梦想係同好啦，有梦想同好，不過友誼啊、友情吼，行卡重要啊，唔好吼，因為一擺嘅比賽，我老唔啲感情就怕快踢咧，會冇，會有安尼冇。啲故事地度有同到嘅演家比賽嘅啊，吼，嘛個。做好上嘅，做同好就做唔上嘅，還忙嘅忙嘅，因為就演家演一演就一下就好誒，就好誒，嘿，我都按樣從佢啊，哋會打拗橋同佢扭碎念，嘿，唔過一下就講開了，吼，故說冇按樣，因為講到要團水嘅，就喊迄種團結，因為味道百萬條。冇錯，係叫做目標一致。故說因為還係有欣賞台很重的天安球，係欣賞會。講好啲啊，高場地度和啲練習啦，大家啲地度也熟嘅跳熟嘅，嗬，雖然有時間嘅限制，其實也時間多嘅，必須踢嘅係動腳嘅哦。動腳就結束嘅，如果啲訓練嘅過程係動從嘅呢，啲訓練嘅過程地度咧就係主持人嘅功能嘅哦，嗬，主持人就會嚟去看一下其他條訓練嘅過程係樣嘅咧，你也係心情樣嘅，家有看到可以上行嘅人啊，就係問一下關心一下，也係想法係樣嘅，有上次我知道人家就啲挑撥離間，你跟他講嘛，你跟他講嘛，就冇力度有冇，你跟他講嘛，你跟他講嘛，你跟他講點樣嘅，你跟他講點樣嘅。你就無上喺講嘅冇啦，你就勁悶係冇。係，因為想講呀，嗰種人獨到事情會用嘅，因為一定會有嘅打拗橋嘅時間。因為人台現場，因為比較像實景的，不少人台現場就會講書嘅度，在觀察佢度。因為親明顯，冇一把喺練習咧，幫你用曬冇事情做咩？觀察啊，就看別人一條就好嘅啊。嗰個大白挑剔咧，就會看到很明顯，大家有幾三人同一群啊，面粗嘅，佢就係所以就會唔加用按鈕咯，就會條條。不過你知道唔較認真咧去關心啊，好嘛個。一可以上啊，看到迄動到你就知道啊，我上強要，我上老唔大仔個，乜佢就因為阿冇強要，你即個功能主持嘅功能有啲發揮冇哈？有啦，就是賣個關子。他們即個去看嘅冇？還沒播出，都唔使講。嗰時候人家兩啥係有分批嘅就錯嘅，像住係負責哪期嘅喏？我負責咧係北期、老南期、兩期就錯嘅。嗰時候也可以上就係負責中期嘅。哦，中區霸王就係唔就錯嘅，大家一談到中可以上。
就啲都係問你。嘿，不過佢吼，因為都捱咩會去嘅學校，嚇，佢咩會來上夫來打係係去探班咁樣，佢都會想吸引捱入邊嘅學生嘅。嘿，真勁啊！佢一來捱入邊北區啊、南區嘅學生嘅，全部應看佢，動好奇就係動中醫記，應講我按眼到咯。冇啊，那中期嘅咩應看唔啊？哎呀，喺個仲成日條喺無帶木鏡係冇？因為佢就吼好搞懂笑，哦，演到懂笑安尼，懂笑，嗰時候就較介意安尼糊糊啊，吼，然後跳那麼 QQ 啊 QQ，安尼些來係冇，成個唔過又冇嘢要見，吼，各種嘛，吼，各種前面冇一個安尼，係安尼意思係冇。嗰時候你真係冇啲嘢主持，你就啲嘢 model 就做嘅，唔係啲人形看牌就做嘅。冇啦，要啊，係要做啦。要你嘅功能就做嘅。係要啦。好啦，你講一下，你自家啲總鋪吼，要拄到嘛較神奇嘅好誒，你底肚啊，係啊，係含喺你啲底肚要咧寫唔平你啲底肚。賣，我知道賣關子，嗌啲，要做唔得講嘅係冇。用啊較神奇嘅冇。較神奇哦，就像剛剛講到嘅嚴格嘅事情啊，就係讀到中期嘅，就係有兩隻學校，加條嘅拍熟嘅人啦，有兩隻拍熟嘅人。就係 make up 唔好，有一陣人想留對面幾陣人幫踢，就唔掂用加上，老先生講啊，係啊，就揾加條方式，想用嚟去解決一件事情，然後加條就講賣關子哦，賣關子。青米有關係冇？青米有關係冇？只要關鍵是就啲嘢。嗰時候啲日高層地度真係會遇到動到嘅事情啊，係冇？因為會有動到學生嘅啊，還有先生啊，加下閒忙分享到先生哦。唔講牙糖講嗬，啲地度南鋪嗬有啲動神奇嘅事情，還會有本人叫有本人笑嘅事情嗬。等下將分享盤大家啲哦，也下大家先來去看一下，等下還有較精彩嘅內容哦。